到底有咩因素會令到一隻水晶由呢一種帶透明嘅顏色變到呢一種帶 smoky 嘅顏色呢？咁我而家手頭上呢幾支咧都係屬於 smoky quartz 啦，你可以叫佢做茶晶，或者有啲人叫佢做煙晶。咁假如一支茶晶嘅顏色咧係深到大黑opaque嘅，係唔透明嘅，咁我哋就有另一個名叫做 Morian 啦，可以叫佢做黑水晶或者叫做蜜晶啦。咁我手上面呢支咧係一支嚟自瑞士嘅 smoky quartz。到底 smoky quartz 嘅顏色係點樣嚟嘅咧？其實就係水晶，即係我哋叫做石英或者叫做 quartz 啦，佢加上一啲天然嘅輻射，同埋一啲 aluminium 即係鋁嘅雜質，再加上一啲天然嘅熱力，但係講緊嘅熱力其實係非常之溫和嘅，係唔會過50度嘅。再加上長年累月慢慢形成嘅，其實佢生長嘅過程咧係需要非常之長嘅時間，係要接近8萬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形成得到。至於 citrine 即係黃水晶咧，其實佢形成嘅過程同 smoky quartz 好接近，只係程度上嘅不同。所以其實天然嘅 citrine 同埋 smoky quartz 咧，佢哋嘅形成都係比較少有同埋難得嘅。咁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啦，所以市面上好多商家咧都會對水晶做一啲後期嘅處理，令到一件水晶變黃或者變啡。包括係照輻照燈啦、加熱啦，但係講緊嘅人工加熱咧係需要去到200至到400度咁高溫嘅，而且咁高溫嘅加熱處理咧會好容易令到水晶裡面膨脹，同埋出現好多細小嘅裂紋。咁所以我哋喺選擇黃水晶同埋茶水晶方面咧就要特別小心啦。咁點樣維持一個靚嘅茶晶咧？假如個茶晶嗰個通透度好高，但係同時間隻顏色亦都係好深嘅話咧，咁佢喺市場上面嘅價值咧就會更加高啦。希望大家了解多咗關於 smoky quartz 嘅知識啦。